为咗正逼真的影片传播假消息，已经是武器化。国安局长讲，未来会拍拼提升辨识的能力，强化防治效果。 这个烂党真实糟糕，从赖清德开始往下，全部都是些歪瓜裂枣。用 AI 改造影片，伫网络顶世界流传。前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甲林爷美甲无一块好，是讲你若无斟酌看，你真正会了准，这是真的。那前立委真做受害者，现任的立委新朋友嘛去互假影片害着。AI 深贵的技术是愈来愈高明，都惊有人用这来制作假消息骗人。 国安局也谨慎应对。那这种一般的危害是针对个人的权益或社会的安定，那没有涉及到国安层级，那或是去散布中共可能相关错误的武力犯台的讯息等等的讯息，涉及到国安，所以基本上我想要分不同的层级来看这个问题。针对 AI 技术武器化，国安局是分站来控管。 包括增加治安威胁的风险，避免产生伪造资讯，互人误会，以及预防假消息的流传。是讲立委更加要紧的是要安怎管控源头，唔是伫咧出代志了后出来解说。每个礼拜都有召开跨国安团队的一个会议啦。那我们会针对每一个阶段重要的新闻的议题，我们会先做事先的应处。政治人物对社会的影响真大。 高卡边讲，那利用国家元首伫咧危急的时阵以假乱真，要安怎预防，避免深贵的影片影响国安、扰乱民心？国安单位将会讨论对应的策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